艺人周杰伦伫大巨蛋要开演唱会23的时阵卖票，虽卖出15万张，也那网络也出现黄牛票，一张是花到30万。警方即阵讲是抓到全台湾上大的黄牛票赖群组。发现呢是有不法的集团，先运用大量的假账号的资料，并且运用扫票程式，在售票网站上进行扫票，那并且哄抬价格来兜售。那该集团呢，在网络上呢是号称是全国最大的代购的一个票券的管道，那并且声称保证预售。以近期艺人周杰伦在台北大巨蛋的演唱会为例，那我们发现这个不法集团至少有上百组的客人预付代购的价格来购买黄牛票。警方是已经抓到2个嫌犯，按照涉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刑法的伪造文书、诈欺等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也那专案小组调查网络平台，统计到23贴价要卖票的立案侦办已经有11件。